一個小五學歷嘅司機控制咗全香港人嘅把嘴半個世紀。你未必噏得出佢個名，但你一定唱過佢寫嘅字。呢位前輩前排走咗，佢冇錢冇樓，頭嗰日連親生仔都唔喺身邊，但全香港新年必唱嗰首《財神到》係佢寫嘅，好多代人朗朗上口嘅金曲都係佢寫嘅。佢係樂壇嘅乞衣，亦係文字嘅皇帝。一個揸紅牌車嘅司機，點解寫得出全香港最深刻嘅人生哲理？一個捧紅咗無數巨星嘅功臣，點解晚年要靠人資助交醫藥費？乞世人最愛講嗰句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，係豁達定係佢自己一世嘅寫照？中意聽呢類最地道嘅香港娛樂圈往事，記得先關注我。星光背後最赤裸嘅傳奇人生，我帶你睇清。要講呢位前輩點解寫得出啲字咁有味道，就要由50年代嗰個中環山邊講起。嗰陣時嘅中環同而家啲人心目中金融中心嘅中環完全係兩個世界。山邊一帶密密麻麻搭滿咗鐵皮木屋，一間貼住一間，中間得返條窄巷，兩個人行過都要側住身。落雨嗰陣，鐵皮頂敲落嘅雨聲叮叮吧響足成晚，冇得瞓。夏天嗰陣就更加恐怖，鐵皮曬到成日燒紅晒，屋入面焗到好似個蒸籠，成家人瞓喺度，汗水浸濕張石都仲要懷住。佢就係喺呢種環境入面大嘅。9歲嗰年，老豆走咗，屋企剩返阿媽同一班細路。嗰個年代冇乜社會福利可言，一個女人拖住幾個仔女，指點懷，唔使講都知。佢個名本來係阿媽同老豆一齊揀嘅，寓意住成就窮人家嘅細路。個名入面往往記住晒全家嘅希望。可惜呢個成就冇機會坐喺書台前面慢慢磨出嚟。讀到小學5年級，屋企已經冇力再供佢讀落去，佢就咁樣同啲書本告別咗。10歲嗰年，佢跟住阿媽出嚟賣報紙。而家啲人可能好難想象，一個10歲嘅細路仔日日企喺街口望住成條街嘅眾生相，師奶為咗幾毫子錢同菜飯拗到面紅耳赤，賊仔嗰啲講嘢粗聲粗氣夾雜住成串粗口，經紀西裝骨骨企喺茶樓門口吹水講心水股票，苦力肩頭擔住兩料嘢喘住氣行過。呢啲全部都唔係書本入面嘅嘢，係活生生有汗味有血肉嘅香港。細路仔嗰陣未必識分析，但呢啲畫面呢啲聲音就好似水一樣慢慢浸落佢個腦入面。多年之後，佢寫嘅字之所以咁貼地咁有人味，追翻轉頭睇，種子就係喺嗰條賣報紙嘅街度種落嘅。不過淨係識睇市井眾生相，未必寫得出成篇有韻有味嘅文字。真正教識佢文字入面嗰種骨，係一個好少人提起嘅地方——戲棚後台。佢有個叔父係粵劇名伶，嗰陣屋企成日食唔飽，佢就成日匿埋去睇叔父開戲。講真，一開始邊係為咗學嘢，係為咗戲班嗰盒有得食嘅飯。細路仔肚餓，邊理得咁多？有得食就已經好滿足。點知飯就係咁樣一啖一啖食落肚，啲文字功夫都係咁樣一句一句聽落耳。戲棚呢個地方本身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世界。未開場嗰陣，成個棚入面亂晒龍，油彩味、汗味、炮仗紙屑味混埋一齊，有種好特別嘅氣味。吸入去就知梗係戲班嘅地頭。演員喺後台化緊妝，鑼鼓佬喺度試緊音，白牌咁樣試落去，個心跳都跟住個節奏走。到正式開場，鑼鼓一響，成個氣氛即刻唔同晒。台下啲觀眾靜晒，全部人望住台上面嗰個世界。佢就係匿喺後台個角落，日日聽住台上面唱嗰啲曲。嗰陣冇乜娛樂，啲街坊晚晚捧場，台上面嘅老倌字字句句都要交代得清楚，觀眾先至受。粵曲呢樣嘢一揾到底，起承轉合字字都要計較，唔可以求求其其。佢細細個未必識解釋乜嘢叫格律，但聽落耳自然就記低咗嗰種節奏感。句子要點樣先至順口，韻腳要點樣先至聽落舒服，一古仔要點樣講先至有起有落。呢種訓練冇邊間學校教得到，亦都冇邊本書寫得出。一個小學5年級就脫咗學嘅細路，就係咁樣喺戲棚嘅油彩味
同和鼓聲入面，慢慢將成套粵曲嘅音韻感排晒入自己嘅血脈度。一個小五畢業嘅司機，文字功底竟然勁過大學生。你覺得才華真係天生，定係喺艱難生活入面磨出嚟嘅？留言區話我知。大個咗之後，佢做過好多份唔同嘅工，跑腿、加油站睇油、揸紅牌車，樣樣都同創作冇乜關係，但講起嚟都幾特別。佢真正嘅辦公室係嗰架殘舊嘅私家車入面，4個甩、省頂燈、一支筆、幾張紙。晚晚老闆去夜總會應酬，佢就坐喺車入面等，一等就係成晚。啲人可能覺得呢啲時間浪費咗好可惜，但佢冇咁諗，佢攞住支筆喺車頭燈微弱嘅光度下面寫緊佢自己嘅專欄。命運呢樣嘢講出嚟你都未必信，係因為一個專欄筆名。佢喺酒樓食晏嗰陣，識咗當時樂壇最紅、學歷最高嗰位天王巨星。你諗下，一個係港大畢業嘅才子，一個係讀到小五嘅司機，個人喺人生嘅起跑線企喺咁唔同嘅位置，點會諗到佢哋之後會一齊合作足足7年？嗰陣正正係廣東歌嘅黃金年代，成個香港樂壇都喺度摸索緊自己嘅聲音。呢位天王巨星揀咗呢位司機做拍檔，一齊寫詞。呢個決定喺當時嚟講，其實幾大膽。佢哋合作嘅方式同而家啲人諗住嘅開會傾稿完全唔同，好多時就係揸住架車喺路上面通宵吹水吹出嚟。而家全香港人新年必聽嘅嗰首財神歌，係喺呢種狀態底下寫出嚟嘅，唔係喺書台前面正襟危坐諗出嚟，而係喺車入面喺深宵喺兩個人隨口吹水嘅過程入面慢慢咁夾出嚟。最令人感慨嘅係，呢兩個人合作咗成7年，寫出嚟嘅歌捧紅咗成個時代，賺到嘅錢唔知幾多，但佢哋之間竟然從來未計較過分就呢樣嘢，亦都冇為咗邊個個名牌前排後而爭過。一個係萬人景仰嘅王子，一個係街邊揸車嘅乞兒。喺呢7年入面，佢哋唔係老闆同員工嘅關係，更似係兩個喺深宵入面互相揾到共鳴嘅朋友。呢種淡然喺而家呢個乜都講計散、講回報嘅年代，聽落去簡直有啲天方夜譚。但正正係呢種唔爭嘅性格，先至可以喺短短幾年入面寫出咁多首深入民心、傳唱幾十年嘅作品。有時候最好嘅作品未必係計較出嚟，而係喺唔計較嘅狀態入面自然咁流翻出嚟。7年講長唔長，講短唔短，但足夠將兩個人嘅緣分由陌生到默契，再到後尾嘅裂痕。呢對組合嘅拆夥冇勒勒烈烈嘅撕破臉，反而係嗰種好香港式嘅悶聲不響嘅疏遠。導火線聽落去甚至有啲荒鳩，旁人一句佢識乜嘢打麻雀啫，點會寫得出麻雀歌？呢句閒言閒語喺娛樂圈呢個是非之地，好快就發酵成一條裂痕。你話呢句說話有幾大殺傷力？其實冇乜。但娛樂圈呢個地方最唔缺嘅就係呢啲閒言閒語，一句起兩句止，講講下，講嘅人可能自己都唔記得咗，聽嘅人就已經喺個心度中咗一條刺。天王巨星身邊嘅人多，聲音多，建議多，一個司機出身嘅填詞人喺呢種聲音入面慢慢咁被邊緣化，係遲早嘅事。分開之後，現實嘅殘酷遠比佢想象中嚟得快嚟得狠。以前佢寫嘅詞前面掛住 XX 主唱4個大字，呢4個字就係入場券，就係通行證。電台一收到 demo， 睇到個歌手個名，連聽都未聽，已經預咗上架。但而家佢單獨攞住自己寫嘅詞，冇咗嗰個響筆嘅名字撐場，竟然連電台肯唔肯播都成為一個問題。同一支筆寫緊差唔多水準嘅字，以前係搶手貨話，而家變成冇人問津嘅滯銷品。呢個圈就係咁現實，大家攞眼睇嘅，從來都唔係你支筆有幾利，係你張卡片上面印住邊個嘅名。呢種滋味唔係外人三言兩語可以體會得到。你試想象下，一個人辛辛苦苦挨咗成7年，由一個冇人識嘅司機抬到成為半個樂壇嘅幕後功臣，點知一夜之間，啲人先發現，原來大家識嘅從來都唔係佢個人，而係佢個拍檔個名。呢種被抽空咗嘅感覺，
好似你辛苦起咗層樓，但層樓塊招牌寫嘅係第二個人個名咁滯。但呢位前輩骨子入面有一種唔認命嘅薑，佢個心入面燒住一團火，佢要證明冇咗天王呢兩個字擋喺前面，佢自己一個人依然係一個傳奇，依然寫得出打動人心嘅字。呢團火唔係一朝一夕燒得起，佢用咗成整整2年時間，唔聲唔聲咁摸緊一首歌。2年喺瞬息萬變嘅樂壇入面，係一段好長嘅時間，長到隨時足夠俾人貼底遺忘你。但佢冇趕住交貨，佢冇因為想證明自己而急就章。呢首歌佢寫嘅唔只係一首用嚟跳舞嘅快歌咁簡單，佢喺歌詞入面悄悄咁埋藏咗一段自己嘅私密回憶。當年一窮二白嗰陣，佢曾經拍拖嘅初戀女朋友，因為佢冚唪唥都冇，最終選擇離開咗佢。呢種將自己最痛嘅一頁包裝成大眾都啱聽嘅節拍，呢種手法講得出嚟輕鬆，做起上嚟其實係要將個心翻開嚟俾人睇。命運有時就係咁弄人。呢首歌一出街即刻紅到發紫，火速捧紅咗另一位天王巨星，亦都間接開啟咗樂壇一個新嘅時代。呢首歌之後傳唱足足40年，幾代人都識唱。但諷刺嘅係，大家記得嘅永遠係嗰位企喺台上面望住鏡頭嘅巨星，而寫呢首歌嘅人個名永遠都係印喺唱片封套背面，細到要瞓埋眼先睇得清楚嘅一行字。呢種紅咗首歌冇紅到個人嘅落差，喺娛樂圈其實見得多。台前嘅光環永遠都係屬於企喺晨光燈下面嗰個人，幕後嘅心血好多時就只能夠化做觀眾嘅一句呢首歌好好聽喎，冇人再去追問一句係邊個寫嘅。呢位前輩親手示明咗自己嘅實力，證明咗離開天王照樣寫得出金曲。但呢個證明換嚟嘅唔係冷光燈，而係一種更加深層嘅寂寞。你贏咗呢場仗，但冇人知你贏咗。如果你係佢，首歌紅遍全港，但全世界只記住歌手個樣，你會唔會覺得唔甘心？定係好似佢咁，覺得文字留低就已經足夠？風光嘅日子過後，晚年嘅佢活得並唔容易，身體一年不如一年，心臟出咗問題，做開嘅工作又停咗，連劇組都將佢踢咗出去。手停口停呢4個字講落嚟輕描淡寫，做起上嚟就係實實在在嘅煎熬。70幾歲人本應係自養天年嘅歲數，佢竟然仲要日日凍水，擔心交唔到醫藥費。呢種畫面同佢年輕時捧紅過幾多首金曲嘅風光，形成一種好強烈嘅對比，睇落去令人心酸。有心嘅大老闆知道佢嘅處境，伸出援手資助佢。佢受咗呢份情，冇話乜多餘客套說話。但當某一日呢份資助停咗嗰陣，佢都冇怨言，喺紙人前呻過一句半句，只係淡然咁講咗一句：老豆都養唔到你一世啦。呢句說話聽落去輕鬆，但入面藏住嘅係一種老江湖睇透世情之後嘅豁達，亦都係一種唔想拖累人嘅體籠。人老咗，受人恩惠，難免會有唔慣，有唔安。但佢冇將呢種唔安變成怨黨，反而用一句最平淡嘅說話，將所有情緒都化解咗。一世人最放唔低嘅牽掛，係遠喺內地讀緊中醫嘅個仔。父子2個幾年都冇見過幾面，一年到頭嘅通訊記錄打開嚟睇，幾乎全部都係圍住錢呢個自傳。學費夠唔夠？生活費使唔使人幫手？有咩開銷未搞掂？呢位前輩心入面一直藏住一份講唔出口嘅內疚，佢覺得自己冇好好陪住個仔成長，錯過咗好多本應屬於父子之間嘅時光，所以到咗生命最後嘅日子，佢用盡自己最後嘅氣力，都要諗辦法安頓好個仔嘅生活同開銷，唔想留低任何手尾俾個仔操心。佢臨走都掛住幫仔揾錢，呢種父愛，你覺得係偉大定係一種卑微嘅補償？佢一世人最中意掛喺口邊嘅一句說話係：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呢句說話佢寫過，亦都唱過。好多人以為佢係寫嚟安慰聽眾嘅，但講真，呢句說話佢與其講係寫俾人聽，不如講係寫俾自己聽，寫俾嗰個10歲就出嚟賣報紙嘅細路仔聽，
寫俾嗰個喺車入面通宵讀稿嘅司機聽，寫俾嗰個捧紅咗人哋自己個名卻冇人記得嘅填詞人聽。佢一世人冇攞到大屋，冇攞到厚甸甸嘅銀行存摺，冇攞到人前顯貴嘅名氣，但佢用自己一世嘅原諒同款波換嚟咗一份好特別嘅嘢，一把聲，一份深深刻喺香港人集百回憶入面嘅溫度。呢種嘢冇得用錢買，亦都唔會隨住時間過號而冰值，反而越舊越有味。前排佢走嗰日，身邊冇太多人，亦都冇留低乜嘢驚天動地嘅遺言。一個曾經寫出咁多句撐起成個時代嘅人，自己臨走嗰刻，反而係靜靜地悄無聲息。呢種安靜同佢一世人低調嘅性格倒係好夾，但其實冇緊要，因為好快再過幾個月，一到農戶新年，當全香港嘅街頭巷尾、商場、屋企、電視機又再一次響起嗰首人人都識唱嘅財神歌嘅時候，大家又會不知不覺再一次感受翻佢留低嘅嗰份溫度。呢種感受唔需要任何人特登提醒，佢自己會由每一個香港人嘅記憶入面自自然然咁浮翻上嚟。佢冇攞到最世俗眼光入面嗰啲名利，冇攞到人前顯貴嘅風光，但佢攞到咗一樣好多人窮盡一世都攞唔到嘅嘢，永利名氣會隨住時間慢慢褪色，金錢會隨住人一齊化為烏有，就連容貌都會隨住肉身一齊消散喺呢個世界。但文字唔會，文字會喺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嘅嘴入面長生不老咁流傳落去，唔會因為呢個寫字嘅人走咗就一齊消失。前輩，江湖再見。今日呢個故事唔知邊一句歌詞最觸動到你，歡迎喺留言區留低嗰句令你最有共鳴嘅字句。如果你都中意呢類有深度、有血有淚、寫盡香港娛樂圈幾十年風雲嘅故事，記得訂閱、按個讚，再轉發俾身邊嘅朋友，等更加多人可以聽到呢啲差啲就被時間淹沒嘅香港往事。我哋下個傳奇人生再見。